特區政府環境局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年至2022年中定下目標，要喺2022年或以前令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少40%，為提升環保教育以及協助社區收集各類回收物料，讓綠色生活扎根社區，政府喺全港每區設立綠在區區社區回收網絡發展項目。時至今日，運作以及成效如何？我哋採訪咗荃灣二波坊嘅綠在區區。二波坊咧，其實喺荃灣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。我哋位於荃灣嘅市中心，整個舊區裏面咧，要揾到一個合適回收嘅地方咧，係比較困難嘅。我哋綠在二波坊正正填補咗呢一個咁嘅空缺。過往營運咗4年啦，其實我哋同廣大嘅市民建立咗一個深厚嘅關係。坊間大眾對於綠在呢一個咁嘅項目咧，其實大家都認識咗好多。我哋一開始嘅回收整個事業咧，大家相對覺得好似好污糟咁樣，但係經歷過各個綠在嘅項目經營者一齊嘅營運啦，大家係教育咗市民點樣可以做一啲乾淨嘅回收。因為其實要有個有效嘅回收，其實下游我哋先可以再善用到呢一啲咁樣嘅回收物咯。直到今時今日咧，我哋每個月份我哋可以服務到嘅市民咧，大約2萬人。咁回收量咧，從一開始接近0啦，我哋而家每個月咧都可以有60噸嘅回收物翻到嚟嘅。其實過往幾年，我覺得最大嘅得着，其實就係令到市民喺行為上嘅有改變。佢哋喺回收上習慣咗乾淨嘅回收，知道定時定點過到嚟我哋嘅回收站，我哋就可以提供到一個方便嘅服務俾佢哋。我哋除咗呢個點之外咧，我哋都會營運唔同嘅街站嘅，主要都係圍繞喺荃灣區附近。咁街站嘅挑戰可能會比店鋪會更加多，因為面對有好多不確定性。咁亦都要靠我哋前線同事執生點可以做好佢。對於整個街站嘅營運喺呢個項目裏面咧，我覺得都好重要。咁我哋去好多可能私人屋苑啦，我哋去多公屋裏面啦，近又有，遠又有嘅喎。近嘅街站就喺街市街嗰邊啦，遠嘅話我哋有麗城、川龍，最遠去到馬灣嘅。咁所以我哋服務嘅點都遍及整個荃灣，喺佢哋附近定時定點，我哋會 set up一啲街站嘅，令到市民熟習咗，亦都習慣咗點樣去做回收。我哋提供一個方便，提供一個教育俾佢哋，希望佢哋一齊參與呢一個改變香港整個回收事業嘅活動。整個綠在區區嘅項目咧，其實應該係一個持續性嘅一個項目嚟嘅，因為要改變我哋市民關於回收嘅習慣，關於抌垃圾嘅習慣咧，我諗需要唔係3-5年咯，可能係10年。咁我哋正正由21年到而家做咗第一個開始。我哋好希望善用翻我哋而家有嘅資源，我哋有嘅同事啦，我哋知道整個營運嘅方法係點，亦都想善用翻我哋一啲相熟嘅客戶，令到佢哋再帶俾佢身邊嘅朋友一齊參與翻呢一個嘅綠在區區項目。希望將個回收率再提升一個更高嘅百分比。除咗我哋做店鋪、做街站，我哋都希望走入學校、走入其他社區，提供多啲教育嘅俾大家嘅，亦都令到我哋嘅回收量持續上升。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好嘅香港、更美麗嘅香港。